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身为主角的徐凤年前期不会武功，却能在多次刺杀中逃出升天。这其中就不得不提他身边的那些保镖们。老黄用性命为拜帖，邀请世子入江湖，红薯青鸟更是以命护住徐凤年周全。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徐凤年早期身边都有哪些保镖呢？第9位，红薯。作为徐凤年身边的贴身通房大丫鬟呢，红薯本身就是他的身边死士之一，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徐凤年。在徐凤年早期装成纨绔的时候，红薯就很好的充当了保镖这个角色。他本就是10大杀手之一的锦瑟，虽然境界只有伪金刚境，但是杀人足矣。同样也是跟徐凤年第一个修成正果的女人，怀了他的孩子小地瓜。第8位，黄振图。老黄在徐凤年第一次游历的时候就担任了徐凤年的保镖。虽然老黄只是指玄境，但一个剑9 6000里就直接突破入天象，在前期战力还未崩塌的故事中，属于绝对的强大战力。正因为老黄的这种实力才让徐骁放心，让他跟徐凤年游历3年6000里。虽然在整个游历的过程中，老黄并未当着徐凤年的面出手，但也可以猜测出老黄暗中帮助徐凤年解决了不少的麻烦，不然徐凤年一点武功不会，也不可能完好无损的回到北凉之中。而且老黄最后还以身死换徐凤年进入了武道。对于徐凤年来讲，老黄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人之一了。第7位，青鸟。青鸟作为徐凤年的丫鬟，也是他的死士之一，并且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的时候，青鸟就作为了贴身的保镖之一，其一杆刹那枪出神入化，在香氛城外的一战中帮助徐凤年破了土甲，不过却被王明银所重伤。在徐凤年孤身入北莽的时候，他也前往了北莽中挑战第5鹤，让当时的徐凤年为了救他而一夜白头。后期因为徐凤年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，青鸟便只能留在北凉军中，结局与徐凤年一同归隐。雪中悍刀行世子徐凤年的9大保镖。第6位，舒修。舒修作为徐凤年身边的护从，因为白帝抱朴诀而进入了北凉，被俘后才成为护卫。虽然舒修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的改变自己的站位，但是在香氛城外，舒修也曾参与保护徐凤年。但成为赵寻身边的碟子后，发现自己真正的喜欢上了赵寻，所以最后跟赵寻一同殉情而死。舒修也算是徐凤年身边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保镖了。不能说他最后反水是背叛了徐凤年，毕竟他是为了自己的爱情，而最后也是因此付出了生命。第5位，吕钱塘。吕钱塘也就是林探花了，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的时候，也跟在了徐凤年的身边，成为了保镖之一，并且他跟徐骁做了交易，只要有他在，就不会让徐凤年受伤。为此，吕钱塘还特意学习了赤霞剑诀，以耗损生命来大幅度提升实力，最后帮助徐凤年破掉了火匣，但最后也筋脉尽断而亡。可以说，吕钱塘是真正用自己的性命兑现了自己跟徐骁的承诺。虽然吕钱塘跟徐凤年也并不是站在同一立场，但能有个这种朋友也算徐凤年的福气了。第4位，宁峨眉。宁峨眉是北凉军的4牙之一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宁峨眉是支持许龙象接任北凉王的，并且十分的看不起徐凤年这个纨绔世子，甚至徐骁还曾让徐凤年将宁峨眉击杀。不过徐凤年却并未这样做，而是让他护送自己前往武帝城。作为北凉军的一员，宁峨眉知道军令如山，便答应了徐凤年这个要求。而经过了这一次游历，宁峨眉看到了徐凤年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最后便选择臣服于徐凤年。虽然出手次数并不多，但是在宁峨眉的身上也展现出了众多北凉将士们的那种忠心和热血。雪中悍刀行世子徐凤年的9大保镖。第3位，魏舒阳。魏舒阳这个角色算是让大家比较意难平的，他本就是北凉王府的一位护院，实力也有着2品，十分擅长阵法。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的时候，作为保镖跟随在了徐凤年的身边。不过魏舒阳却并没有一个结局，在第2次游历结束后，他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之后的故事中也并未出现魏舒阳的身影，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忘记了这位魏老道，毕竟他也算是一个2品小高手啊。第2位，李淳刚。这是徐凤年第2次游历时被徐骁请出了听超亭地底的老剑神。当时徐骁让李淳刚护送徐凤年前往武帝城，有这位老剑神护送，徐骁才会安心。而李淳刚一路上不仅将徐凤年保护得好，还成为了徐凤年的师傅之一，教了他不少的武功，成为了徐凤年武道之路上第1位正式的老师。也正因为有李淳刚的存在，徐凤年的第2次游历才会更为轻松吧。第1位，邓太阿。作为徐凤年的老舅，邓太阿为了报答当年吴素对他的恩情，在武帝城外帮助徐凤年6剑杀6奴，还将飞剑12赠送给了徐凤年。可以说，邓太阿也算是徐凤年的保镖之一，并且这位老舅在最后的决战中还帮助徐凤年斩掉了镇压他的光柱，更是一人一剑立于天门之外，将踏出天门之外的81位仙人全部斩落，帮助徐凤年解决掉了一个大麻烦。就帮义次也不是说说而已啊，徐凤年有邓太阿这位老舅，也是他投胎投的好一个最大的象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